各位觀眾大家好啊，我係唐中信。2025月至蛇年，靈蛇伏地急亂竄，群魔起舞萬軍籌。蛇年呢仲有唔夠一個月咧就完結啦咁相信大家咧應該係深深咧嘅感受特別係咧呢條片出街嘅時候咧，咁就係即係大家更加安全啦因為咧搭巴士咧都必須咧係攬呢個安全帶。嚟緊2026丙午馬年，赤馬同中若幽壑，山南險象緊追蹤。雖然總體形勢咧係比蛇年好嘅，咁但係就會更加兩極化，天災人禍咧仍然係不斷嘅咁健康嘅問題咧又令人擔憂喎。天助人助自助唔好諗住開工吉日唔重要嘅都係嗰句啦。咁大家咧係需要係盡力去爭取嘅。即入正題，我為大家咧就揀咗5個大眾嘅開工吉課，大部分人咧係都適用嘅。第一日係年初四，2月20號星期五，月丑日就用午時即係中午嘅11點至1點。如果係辛未年，即係1991年啦，或者係辛未日出世嘅人咧，咁係需要咧係備用嘅。第二日啦，就係年初五2月21號星期六丙寅日用午時，即係中午嘅11點至1點。咁如果係壬申年即係1992年啦，或者係壬申日出世嘅人咧，咁就係需要備用啦。咁第三日係年初七，2月23號星期一嚟嘅。咁戊辰日咧就用巳時，即係上晝咧嘅9點至11點。如果係甲戌年，即係1994年啦，或者係甲戌日出世嘅人咧，就都需要備用嘅。第四日係年初九，2月25號星期三。庚午日咧就係用巳時，即係上晝嘅9點至11點。咁如果係甲子年，即係1984年咯，或者係甲子日出世嘅人咧，係需要備用嘅。第五日係年初10，2月26號星期四，辛未日用巳時，即係上晝嘅9點至11點。乙丑年1985年或者係乙丑日出世嘅人咧，就係需要備用嘅。5個開工吉日如果你話我日日都安排到咁揀邊日係最好咧？咁你就可以咧就係即係跟自己出世嗰日嘅天干即係咧就係八字日主咧去揀嘅。咁日主咧有10個。第一個就係甲日主，咁就最好用邊日咧？就係用年初七嘅巳時。月日主啦，咁最好用咧就係年初九嘅巳時。丙日主最好用年初10嘅巳時。丁日主最好用咧就係年初5嘅午時。戊日主咧最好用年初5嘅午時。己日主啦。咁最好用咧就係年初10嘅巳時。庚日主最好用年初10嘅巳時。咁辛日主咯喎，咁最好用咧就係年初10嘅巳時。壬日主最好就用年初10嘅巳時。仲有一個癸日主啦，咁最好用咧就係年初7嘅巳時。年年都講噶啦雖然唔少打工仔啦都用自己嘅辦法安排開工嘅日子咁但係有陣時咧都未必安排到咁
咁就唯有變通下啦嚇。咁如果吉日嗰一日啊，唔返到公司，咁可以用電腦啦，或者係電話咧，就係處理公事啊。譬如上網啊，睇下公司嘅電郵啊，又或者用公司嘅電郵向同事拜年啦，咁都可以咧，算係開咗工。咁啊拎到咧就係開工吉貨咧嘅吉曆嘅。咁又如果係吉時係午時即係11點至1點咁部分受僱人士咧安排上咧可能有少少難度。咁當然最好就係請到假啦。咁到11點先返公司。退而求其次咧，咁就喺返到公司咧，首先咧就唔好做任何公事嚇，等到11點咧先至正式咧開始咧工作啊。咁有觀眾可能咧就會問：2月4號立春之後就係馬年啦，咁開工吉日咧點解會咁遲？咁因為傳統上咧，大家都係最遲年30晚咧就收爐啦咁然後就過年啦。咁過完年之後咧就即係再開爐咁即使立春之後係新嘅一年咧，但係你都未收爐，咁又何來開爐咧？咁所以開工咧就會係年30之後嘅。咁有睇我聚財秘法嘅觀眾咧，都會知道壬子年或者壬子日出世嘅人咧，用唔到一般嘅大眾吉貨咁開工嘅吉日咧都一樣嘅。簡單講，壬子沖丙午流年，加上馬年嘅運勢咧，要有效，必須係針對性處理最少咧都要根據日主嘅五行喜忌啦，去定一個吉貨應用。咁如果揾過我算命啦，或者係定格局嘅客人咧，咁你可以私底下咧就係聯絡我咁我會根據你嘅五行喜忌啦，免費去定一個吉貨俾你應用。但係如果係壬子年啦，壬子日出世咧，情況咧就確實唔理想必須要整個八字咧就去分析即係先至可以定到咧專用嘅吉貨。2026開工吉日就講到呢度啦。咁有嘢想講可以喺下面留言俾我嘅。祝大家馬年萬事如意身心健康，家庭幸福，財源廣進。多謝大家。